大家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尤伯牧师。今天12月8号，我们要分享的是关键时刻，以敬拜塑造信仰的群体。我们要来读尼希米记12章1到13节。弟兄姐妹，我们先来读今天 RPG 的金句。上帝是灵，敬拜他的人必须以心灵和真诚敬拜。约翰福音4章24节。弟兄姐妹，每一天晚上我们有圣诞欢乐颂的活动，期待你一起来参与，一起得到这样的一个开箱礼物。还是再一次提醒，你已经得到了上帝要给你最宝贵的礼物了吗？如果你得到了，你也可以将这份礼物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特别是他们还没有得着的。最近教会在招募敬拜赞美的服事同工，为了能在礼拜当中带领会众好好的来按照上帝的心意，他所喜欢来敬拜他，不知道你是否有圣灵的感动，愿意来参与这样的一个服事。一个复兴的教会肯定有美好的敬拜，反之，美好的敬拜，得上帝喜悦的敬拜，也会带来教会的复兴。所以呢，我们要来想象一下当我们预备心到一个教会参加聚会，这个敬拜团呢，他非常投入，带领会众来唱诗敬拜上帝，又听到诗班可能唱出优美令人感动的诗歌的时候，接着聆听到美好的圣经信息，仿佛上帝在对你说话。请问，如果有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你会有什么样的领受呢？其实要达到这种上帝同在的敬拜气氛或是氛围，不是只有少数人要负责任，比如说司礼的人或是领敬拜人、诗班班员或者是牧师，而是所有参与聚会的人，包括你，包括我，都有责任。今天的经文信息就是在教导我们每一个人如何负起自己的责任，使教会带来美好的敬拜，进一步带来教会的复兴。所以应该不局限在牧师都会讲道，或者是敬拜团都会带唱诗，而是我们要自己预备好我们的心，敞开的时候，圣灵就会感动我们。可能每一个环节都可能让你感动，让你经历到上帝的同在。尼希米记12章是延续11章而来，11章记录移居到耶路撒冷和留在犹大村庄和乡村的2份名册。12章的1到26节则记录以色列祭司和利未人他们的名册那这份名册比较长，但是掌握2位大祭司就容易明白这个名单的内容。这2位大祭司就是耶书亚和约雅斤。约书亚是与所罗巴伯一同从被掳之地归回的第一批回归者。约雅斤是耶书亚的儿子，
他是在以斯拉和尼希米回归前的大祭司，所以他的儿子以利亚实与省长尼希米是同时代。因为以2度回到耶路撒冷的祭司文士以斯拉短暂的一起服侍所以我们看到第1到第9节就是耶稣亚担任大祭司时的祭司及利未人的名册。而明天我们要读的这个13节以后，所以我们看到12到25节就是在描述约雅斤担任大祭司时的祭司及利未人的名册。而10到11节是记载大祭司耶稣亚的家谱，同时也将2个时代及2份名册隔开。那这2节记录了6代大祭司的名字，从耶稣亚、约雅斤、以利亚实、耶和耶大、约拿单、亚杜亚。那祭司的职分就是站在上帝与我们一般人的中间所以祭司是代表人到上帝面前来祈求，所以我们就是代求那另外就是代表上帝来到人的面前，与人建立关系，好进一步来彰显上帝向人施慈爱。所以我们会借着敬拜或者是在礼拜当中可能透过各样的这一些的仪式，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敬拜，让人与上帝能够相遇，或者是感受到上帝就在这里，他与我们同在。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民必须借由大祭司1年1次进入到至圣所里敬拜神，而他们却只能够在会幕的外院里来敬拜上帝。那唯有大祭司能够进入到至圣所内，感受到神的同在但是到了新约彼得前书2章9节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新约告诉我们说，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是被拣选成为君尊的祭司。那今天在新约的时代，我们不需要靠着别人替我们敬拜神，才与神有这样的一个交通。每一个人都能够靠着耶稣的宝血洁净了我们能够亲自来到神的面前，与神和好，与上帝交通。那这是借着耶稣基督给我们最好的福分，就是我们能够直接跟上帝心灵沟通。你可以建立跟他有 LINE 的连线，就是可以随时跟他有这样的一个沟通的线路。新约的敬拜呢，是上帝带领人进入到灵里面，以我们的心灵来敬拜他。耶稣对撒玛利亚妇人说什么？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什么？心灵和诚实，或者是真诚来敬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敬拜他。上帝是个灵，所以我们拜他必须用我们的内心，用诚实。另外一个解释就是用真理来敬拜他。所以上帝为我们开创了一个新约的恩典时代，叫我们不以外在的仪式来敬拜，乃是用我们的真诚，用我们的心灵，刚才说真理来敬拜他。
今天上帝正在全地复兴一件事情，就是呼召人们来归向他，真正的用心来敬畏敬拜。今天很多人不懂得向上帝来敬拜，因为他们的心是关闭的，他们因着过去所受的伤害，就把心门关闭起来，不再向人敞开，甚至也不向这位上帝敞开。但是上帝不同于人，我们可以放心来向神敞开我们的心。他不定我们的罪，也不论断我们，却要来改变我们的生命，使我们得以释放。所以当我们敬拜的时候，有可能因为这样的一个敞开，让我们更深的悔改，让我们能够真实的改变。上帝在世上要寻找一群真正愿意敞开心来敬拜他的人，用心灵跟真诚来敬拜，而不是用头脑用理性来敬拜他。但愿在每一次的敬拜里面，我们都可以遇见这位上帝，在上帝的荣耀的同在里面，你我可以把重担卸下。当我们受捆绑的时候，可以因着耶稣得着释放。在我们的病痛当中，可以因着耶稣的怜悯得着医治，让我们的心灵可以不断的被更新，我们的生命被这位主来触摸，来改变。我们来默想，上帝是灵，敬拜他的人必须以心灵和真诚来敬拜。我们来想一下你每一次参与在敬拜的时候，是否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上帝呢？让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你是创造宇宙万物，你是掌管万有的上主，你是不受时间空间限制的主。所以我们要敬拜你，我们按着心灵跟真理来敬拜你，因为你是配得我们敬拜与赞美的上帝，因为你以丰盛的慈爱对待我们，以耶稣基督的救恩使我们恢复与你的关系，可以让我们来亲近你，歌颂赞美你的奇妙大爱。当我们用各样的乐器及方式来敬拜你的时候，但愿圣灵感动我们，真正从心底真诚来献上我们的敬拜，并得着你的悦纳。我们这样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订阅并给我们鼓励与代祷。我是尤伯牧师，祝福您一天都充满平安、健康、喜乐。我们下次再见哦。